婚姻這個看似簡單卻充滿複雜情感的詞彙，承載住兩個人的承諾與夢想。然而，隨住時間的推移，許多夫妻在婚姻中漸漸發現，曾經那份熾熱的情感似乎被日常瑣碎所掩蓋，彼此間的關係也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微妙的變化。今天，我們就來聊聊婚姻中那些容易被忽視的5大微妙轉變，並探討如何在這些變化中重新找回那份溫情。第一大微妙轉變，從無話不談到相對無言。剛結婚那會兒，你們似乎總有說不完的話，無論是生活瑣事還是人生理想，都能聊得津津有味。但慢慢地，你們開始發現對話變得越來越少，甚至有時候一整天下來，除了必要的交流，幾乎沒什麼話可說。這種改變往往源自於生活壓力的累積和對彼此習慣的過於熟悉。為了打破這種沉默，不妨嘗試設定一些專屬時光，例如每一次的約會夜，或者每天睡前的10分鐘聊天，聊聊彼此的一天，分享快樂與煩惱。記住，溝通是婚姻的潤滑劑，別讓沉默成為你們之間的隔閡。第二大微妙轉變，從互相欣賞到挑剔指責。戀愛時，你們眼中的對方都是完美的，連缺點都顯得那麼可愛。但婚後，隨住了解的深入，那些曾經被忽視的小毛病開始放大，挑剔和指責也隨之而來。這其實是婚姻中常見的美感疲勞。想改變這種狀態，不妨試住用欣賞的眼光重新審視對方，多關注對方的優點和努力，而不是一味地挑剔。同時，也要學會表達自己的感受，用我覺得代替你總是，減少指責，增加理解。第三大微妙轉變，從激情四射到平淡如水。婚姻初期的激情總是讓人難以忘懷，但隨住時間的推移，那份熱烈的情感似乎逐漸降溫，生活變得平淡無奇。這其實是情感發展的自然規律，不必過度擔心。關鍵在於如何為婚姻保鮮。可以嘗試一起嘗試新事物，例如學習新的技能，去沒去過的地方旅行，或是偶爾給對方製造一些小驚喜，例如一束花、一張手寫卡片，都能讓彼此的心重新燃起火花。第四大微妙轉變，從個人空間到我們的界線模糊。結婚後，兩個人的生活開始交織在一起，個人空間逐漸被壓縮，甚至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失去了自我。這種界線的模糊會讓很多人感到不適。維持一定的個人空間對婚姻的健康至關重要。可以設定一些個人的興趣時間，例如丈夫每去打一次球，妻子每去上一次瑜伽課，這樣既能保持自我，也能在回歸家庭時帶來新鮮感。同時，也要尊重對方的隱私，不要過度干涉對方的個人生活。第五大微妙轉變，從夢想同行到步伐不一。在婚姻中，兩個人往往因為事業、家庭、孩子等因素，導致生活步調不再一致。一方可能在職場上步步高升，另一方則可能因為照顧家庭而暫時放下事業。這種步伐的不一致很容易引發矛盾和不滿。面對這種情況，最重要的是保持溝通和理解。要明白，每個人的生活節奏都是不同的，不要強迫對方按照自己的步伐前進。相反，應該互相支持，共同尋找平衡點，讓彼此都能在婚姻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。婚姻是一場漫長的旅程，途中難免會遇到各種挑戰和變化，但只要我們用心去感受、溝通、去理解，就能在這些微妙轉變中找到新的相處之道，讓婚姻之樹常青。記住，愛情不是永的激情，而是長久的陪伴與理解。願每一對夫妻都能在婚姻的道路上攜手同行，共同創造屬於你們的幸福故事。